任，组长，在座各位先贤大德大家晚安因咱拄好咱这个赢得班白羊三圣那当然呢咱这个白羊三圣嘛就是讲咱弥勒祖师师尊师母咱弥勒祖师来将天盘师尊师母呢来办理了着这个道盘。那因为师尊师母统领天命来办理着月福一约。那当然当时有讲到的也就是讲天时的应运那么多讲在这个火体会当夫妇同修，父子同堂，夫妇同修因为咱伫这个末节年当中呢都已经是破传嘛毋是亲像过去呢祖师这个单传独修，所以讲呢，这嘛是咱这个三朝普渡它的一个殊胜第一，那么就是天时紧急咱老母娘慈悲呢伫咱所有仙佛慈悲向咱老母娘来请命所以老母娘呢主动这个道来甲伊普传，主要就是讲将近伫这个末节年用九六元年，那么来到这个世间嘛已经6万多那当时要来的时阵，老母娘伊有讲，伫三泽普渡的时阵，伊会亲写批亲小书，亲寄信来甲咱讲，来甲咱提醒若无呢，当时伫这个三山坡李母娘的时阵，咱的先生先下呢，拢受到转去。所以讲呢，伫迄个所在咱嘛落来到这个世间拄好伫即处较近末节年的时阵天时紧急，所以上天嘛不忍心玉石俱焚所以讲呢，先降下了着这个道，然后呢才降业。那降道有分嘛，就是讲要互咱会当所有会当真正的善信咱讲信者会当得永生嘛当然伫大道普渡的当中呢，咱任何的兄弟姊妹，伊都拢有这个机会来得到那么大家拢有机会有迄个权利来得到，毋过有的人毋知嘛当然有人知影，但是伊无迄个因缘得到的嘛有搁一种嘛就是讲这个一门锁下一个锁匙啦。这个兄弟姊妹什么人咧度有可能度足久度袂来但是当着伊因缘较近的，有可能呢一讲伊就会得到这就是讲一门锁下一个锁匙搁依照咱老师慈悲伊无放弃任何一个道理所以讲呢咱嘛是甲咱慈悲啦开始咱伫咧度化兄弟姊妹当中呢，爱一而再，再而三咱不断呢能讲苦口婆心来甲伊做一个度化。那当然有可能你正甲度无，但是经过了着这个一档、两档、三档，因为人生的际遇会改变，会不一样有可能迄个时阵呢，咱来甲度化，有可能就会当来得到了这个道。那当然伫这个大道普渡嘛是最后一处。那当然伊是三朝普渡，它是应运而生就亲像咱今要食酸仔 ，OK， 有可能呢1个月前、2个月前你要食酸仔，呢应该是当时啦就是讲。